各位所敬听者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今早起会当代表新人院来到咱中间来请安来说谢。我是2017年接任台湾新人院的董事长。明年我就要退休啊！明年4月底我就退休。我初接董事长的时阵，第一间代表校来请安说谢教会是咱教会。我要退休进前6月一间嘛是咱教会。因为我对1996年到2000年，伫咱的教会，伫培牧师带领下面，我做教育牧师。4年久，虽然无讲足长，总是受到教会的栽培、操练甲装备，特别体会侪咱兄弟姊妹对阮的疼甲关心，真正永远拢记伫阮的内心。所以今早起，我一方面是代表学校，一方面嘛代表个人，各位兄弟姊妹对来表示深深的谢谢。愿上帝赐福咱的手所做一切工，请咱大声三感阿头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多谢你，你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上帝，嘛是疼阮人类阿爸天父。主，阮还伫罪中，还无认捌你的时阵，主你经差遣耶稣基督来到阮中间，疼阮，为阮来牺牲性命。圣经讲，主耶稣本来是富足的，总是为着阮来诚做颂扬，嘛，互阮因为的颂扬，互阮会当诚做富足。拄着亲像拄则阮的事会长老基督所讲，凡今仔日会当享受丰盛的活命，会当享受丰盛的物质，这拢是主你所赏赐一切。阮着怎样来管理？怎样伫阮言行举止中间？通过阮所有的一切来荣光你的名，阮早起就是要对你的话中来敲做智慧，敲做主你要互阮的教示。愿上帝你的灵即时运行伫阮中间，亲身来教导阮，互阮平平拢伫你的面前，得到造就，得到进步，更较知影怎样用阮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名。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是大家拢真熟悉的一个故事。伫故事内面所记载要来见耶稣这个人，咱若对照其他的福音书，会知影这个人是一个少年的官。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做官，而且咱若对今仔日的圣经所描写，又个真好业。真正是一个叫做讲英雄出少年，值得侪人来欣赏。总是伊毋若敢若讲真好个，真有成就，伊而且知影讲爱追求永远活，这搁较难得。圣经甲咱写讲伊毋若来见耶稣，伊毋若走来见耶稣，而且是跪伫耶稣的面前，甲耶稣讲。良善的先生啊，我着做什么代志，做什么事，才会通承受永远活？哇！年轻多金，阁这么谦卑，所以莫怪耶稣看到伊嘛爱伊。总是耶稣先甲伊纠正一个观念，讲你哪会称呼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无一个是良善的。安尼耶稣咧，甲咱入心看咧典范。咱的主耶稣成做人了后，伊知影讲一切爱荣光归于上帝，这嘛是对咱的提醒。无论你有偌济成就，你有偌济财产，一切归荣光于上帝。伫这个了后，主耶稣马上甲伊指导讲要怎样才会得到永远活？主耶稣甲伊讲你已经拢遵守所有的诫命，所以你着去辨别所有的。分互颂扬人，过来跟对我，安尼就要财产有财宝，积住伫天里。总是结果是甚物款？圣经描写讲这个少年人听了，伊的面就变色，爱忧愁来离开，因为讲伊真好业，伊足有钱。我想这个故事咱拢真熟，
早起咱阁复习一摆了后，毋知你有啥物款的感想？我要甲咱想是讲，追求永远话是无好吗？知影追求永远话是无好吗？一个人凭家己的努力，伊努力打拼，有一个成就，累积累积伊的好业，累积财富，这敢有啥物毋对？他会讲，伊听到这个少年人听到耶稣甲伊提出的问题，伊就要求来离开。原因就在伫倒位？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讲，伊敢若想要得搁较济，总是安怎无欢喜甲人分享。伊敢若想要得搁较济，总是伊无愿意甲人分享。是安怎来讲？请咱想看卖咧吼，主耶稣爱伊变卖所有的，去分互送养人。欠是咧讲所有人若要来跟对伊，就爱拢放杀所有财产吗？耶稣敢有伫圣经内面规本，咱敢有看到讲，伊要求讲，任何人你若要来跟对我，都袂使有财产吗？主耶稣敢有安尼要求？无啊。主耶稣敢要求讲，恁若要来跟对我，就安怎看无家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敢毋是？但是伫遮主耶稣是安怎来讲？讲你都要变卖所有的，去分互送养人，过来跟对我。主耶稣要甲伊讲的，就是讲，要得到永远话，是要付出代价，是要努力的。变卖所有的，分互送养人，其实是要伊了解什么？讲你爱欢喜，愿意甲人分享你所拥有的。总是真可惜，伊做袂到，伊敢若想要得到更较济嘛？我即马足好个我有地位，若阁有永远话，毋知偌好，但是要付出做袂到，所以伊只好要求来离开。即个早起咱所读即个咱真熟的故事我要来甲咱邀请咱做伙来想几项关于拥有甲分享的功课。第一个我要甲咱想的就是讲，拥有家己努力你足打拼努力所累积的成就，也是你的财富，这绝对毋是多。一个人真打拼你一生有真好的成就，或者是讲你建立真好的家伙这拢毋是多。总是你若是一直想讲要无正确，要去拥有更较济的时阵，安尼有可能你要失去的反倒是更较济。这是今仔日的圣经对咱足要紧的一个提醒。你若已经真济你搁安怎？你想要求更较济，要拥有更较济，有时你反倒会失去愈济。检查咱要问讲什么是无正确？会追求要拥有更较济，我要甲咱分享，就是讲欲求不满呐。你若是欲求不满，你都已经真济你一直想讲我要更较济，我要更较济，到落尾的结果，有可能你会失去什么？失去你的健康，有时你会失去你的朋友，有时甚至你会失去你的家庭。我想这伫咱的四周围，咱啊详细看伫咱四周围，你可能会使看到即款的例。有个人一世人足打拼，伊累积真好，嘛甲财产拢累积起来，总是家庭破碎囡仔甲伊真清楚，甚至伊的负责人嘛离开伊，互人感觉真可惜。有即款的例无？我想咱会当看到即款的例。但是早起对信仰来讲，我要甲咱提醒的，就是讲，更较严重的是，你若敢若伫物质顶面，你想要追求拥有更较济，到落尾你会失去什么？失去永远话。这是早起的圣经甲咱提醒。这嘛是主耶稣捌教导的。主耶稣伫马太福音捌讲一个一句话，咱真少讲一个人。袂使你侍奉两个主你若毋是较听即个，就是无爱迄个；你若毋是较看近即个，无你就是看重迄个。咱的主讲，
你袂使你搁侍奉上帝，搁侍奉马门啦，就是讲你当者要服侍上帝，搁服侍钱，你无可能得到永远王。所以咱就爱想，什么是正确的一个拥有这是咱常常伫咱的生命中间爱去想的。什么是正确的拥有？伫咱的生命中间，我想对咱基督徒来讲，对上帝的儿女来讲，上界要紧的，就是永远活。咱爱看重的，就是永远活。因为世间所有一切，拢会过去嘛。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一个国王，要求伊的所有的有智慧的人开会，结果所得到的结论的一句话，要予国王的建议，就是讲，一切都会过去的。无论你偌高，你偌好业，偌有成就，偌水，这拢会过去，这拢会过去。所以咱要安怎样行，才法度得到永远活？圣经甲咱讲真清楚嘛，信耶稣就得到永远活。总是今仔日的圣经进一步甲咱讲，除了信以外，咱来努力啦，咱来真努力。这嘛是主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12节伫遐提醒的。耶稣讲，对行事的约翰到现今，天国安怎是努力入去的，努力的人就要得到。你要进天国，你要入天国，你要努力。要怎样努力？要怎样得到永远活？欢喜甲人分享，绝对是一个最要紧的途径。愿意跟人分享，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这是咱伫马太福音25章，这个山羊甲绵羊的比喻中间，咱会当看到讲，迄个绵羊哪会当享受迄个创世以来就为因所准备的福气，因为因欢喜分享啊。因伫生活中间随时注意到遐甚至智慧些一个人的需要，因欢喜分享，所以因就得到。所以，互咱看到讲分享是最要紧的。总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有偌济人常常会记得讲，我爱甲人分享我所有的。是安怎有的人做袂到，因为可能惊讲我若甲人分享我所有的，就减少。或者是甚至就失去，其实敢是安尼？第二，我要甲咱思考的就是讲，你若愿意甲人正确去甲人分享，你所得的点都是愈侪呢。我希望咱会当体会这款的功课。我伫澳洲10年，我2000年离开咱教会，到伫澳洲有牧会10年久。伫10年久的中间，有一个会友伊所做的事一直互我足感动。这个会友就是伊有一个朋友事业失败，移民到伫国外事业失败。伊决定讲安尼好，我要借你一笔钱，当时的钱10几年前800万，毋是真少，总是伊嘛算真大笔，800万借伊，无利息，佮甲讲你若有钱的时阵，生意成功，才慢慢还我。侪人看伊即个决定讲你伤冒险啦，你伤戆啦，伊若生意做无起来，你这钱就安怎迄落水去啊？但是安怎伊足努力，伊足坚持，伊若借伊钱，伊阁替伊想真济只个讲想一寡创意，帮助伊去建立伊的事业。到落尾，伊即个朋友有影事业东山再起。伊若拯救了一个讲差不多要破碎的家庭，而且互即个家庭这世人成做伊上好的朋友。到现今，即个家庭成做伊上好的朋友。其实，若对个人来讲是安尼，我感觉对教会来讲，你欢喜有好的分享，嘛是你会当得到更较侪呢。咱教会就是一个真好的例啊！你捌想过无？咱的三芝安养中心。都是一个上好的例啊！就投资的眼光来看，咱提供遐尼大片的土地，阁起遐尼好的设备，阁提供遐尼侪人力，伫遐咧服务。用投资的眼光来看，咱现金逐个月咧收的费用其实是无趁钱的啦。你若含土地成本拢算落去，哪有趁钱？
但是请咱会记得哦，因为咱欢喜分享咱所有的，上帝所赏赐咱的，然后一个长辈，伫遐有一个真好的安养的条件、的环境，甚至是终老的环境，而且咱所做一切，咱伫社会中间，我想咱拢会听到，特别阮做牧师伫教会中间，常常听到，包括会外的人来讲，哇，恁双连的三级安养中心赞，大家都比赞哦。我感觉无简单嘞。那安尼你看，一以后要成立的安养中心，拢用咱做一个码头，一个的典范。这款无形的报赏回馈，这毋是咱用偌济钱有法度去买的呢，毋是干用金钱当买，是你欢喜分享有迄款的心，上帝所赏赐你无形的祝福是愈大的。所以请咱来记得，愿意分享绝对是正确的。第三，我要请咱做伙记咧，就是讲分享其实是咱信仰的一个真要紧的核心价值啦，核心的价值。是安怎安尼讲？拄则我特别伫开始的祈祷，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0的祈祷，伫遐安尼写，伊讲：恁知影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伊本来是富足的，却为着恁成做颂香，互恁因为的颂香会当成做富足。我感觉这句话咱真正放伫咱的内心。咱的主本来是富足的呢，是因为欢喜为着咱来成做颂香，所以咱伫这个中间，咱会当脱离颂香，来成做富足。毋然安尼哦，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欢喜为咱牺牲性命，分享伊的性命，咱今仔日才有法度得到安怎顶头生，嘛当得到丰盛的活命。所以，咱若有机会有气力的时阵，咱莫吝啬，莫讲啊，我就是要搁较济，搁较济，爱记得欢喜甲人分享。这是圣经济的经节在甲咱提醒的。咱看希伯来书13章16节安尼讲，伊讲恁毋通袂记得行好甲降级的事，因为即款的济是上帝所欢喜的。恁毋通袂记得行好甲降级的事，因为即款的济是上帝所欢喜的。伫加拉太书第6章第9节，嘛安尼讲，甲咱鼓励讲，恁行好毋通失志，若无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圣经一个所在咧，甲咱提醒哦，当然也有真济，但是我感觉有的圣经较得你若真歹背，至少你会记得一句《使徒行传》20章35节，伫遐甲咱讲，互人的比甲人摕搁较有福气。这毋是咧画口号，这嘛毋是咧打高空。我想济兄弟姊妹拢知影即句讲，施比受更有福。但是你若无去做，你永远无法度体会到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请咱去试看觅。圣经有一句话，我想咱拢真熟，讲你们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恁白白得到，就要白白互人。这句话对倒位来？对马太福音第10章第8节，当主耶稣要找伊学生出去传福音的时阵，甲因交代：你们白白得来，就要白白舍去。伫圣经的中间，咱看初代教会，什么人甲这句话的精神实行了上彻底？就是巴拿巴。咱看巴拿巴，毋若讲伫初代教会，伊甲伊颠散，拢提出来奉献，而且伊足热心传福音。所以你看伊后来，伊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去关心安提阿教会，去关心安提阿教会的时阵，伊阁做一件足水的代志。伊去邀请扫罗甲伊做伙来同工，讲规年久伫遐教育，教导安提阿教会的会友，所以安提阿教会伫遐得到大复兴，嘛造就了以后的扫罗的传道事工。所以这个人真正是值得咱来学习，因为伊嘛是欢喜分享啊。伊无讲我来安提阿，我家己就好啊。我需要同工做伙做工，伊要请扫罗来。今仔日咱会当坐伫遮，我感觉咱伫双连教会做礼拜足福气，足好的环境，足好的设备。但是这对倒位来？
这嘛是一个信仰的前辈，欢喜分享因所有的，咱今仔日毋才会当坐伫遮。但是早起我会甲人讲，真值得感谢，是我感觉咱的教会到现今，咱有甲即个分享的精神，继续做真好的发挥，做真好的传承。所以咱看到社会也好，也是讲教会机构也好，拢受到咱真好的帮衬。这嘛是早起我代表新行医来甲咱中间所要表达的。我讲过去10年久，将近10年久，新行医的硬体得到咱的教会真大的帮衬。咱有年美小组嘛有个人真关心，伫遐对教堂、对女性的治疗、对图书馆等等，也有真好的真好的帮衬。男性的宿舍60年久拢无修整，嘛最近嘛拢完工。总是咱要搁进行一个，就是女性的诊疗这个重建我感觉这事工拢真需要咱继续用咱欢喜分享的心来支持来帮助新行业。今仔日的圣经，恁若读到尾也就真趣味的，就是讲，当这个少年的官，伊听了，伊做袂到，伊忧愁离开了后，主要所另外讲一个什么假事？伊讲恁若要挖靠钱财要入天国是何等的困难呢？伊讲路途穿过江边，就比恁挖靠钱财的人要入天国更较简单。这个教训一个讲了，学生拢什么人有法度入去？老师若像你安尼讲，什么人有法度入天国？但是通过早起的信息，我要甲咱讲，一个欢喜分享你所拥有的人，入天国足简单。上帝早就甲你准备福气啊！毋然呢，我要甲咱提醒，最后要甲咱提醒一句话，就是讲，一个人存在价值在伫倒位？毋是讲你伫世间捌拥有足济，你的价值是在于讲，我伫世间捌甲人分享偌济。这永远伫上帝面前是受纪念的。我阁讲一摆，一个人你存在价值伫世间，毋是讲你捌拥有偌济，是你捌甲人分享偌济，这是上帝看做宝贝的。请三讲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当阮看到你本来是富足，主耶稣你本来是富足，欢喜分享你的富足，诚做颂扬，互阮对你的颂扬诚做好业。阮真正常常爱献上感谢。总是当阮伫富裕的中间，恳求你嘛帮助阮，常常会记得分享阮的好业。有帮助济人伫颂扬中间变做好业，这是主你互阮真要紧的一个提醒。嘛求主你通过今仔日的圣经提醒阮，阮若敢伫世间，敢若要追求拥有搁较济，阮所失去的绝对是永远话。嘛请你帮助阮会记得，一个人存在价值，毋是讲伊伫世间拥有偌济。主你所看重的是伊伫世间捌甲人分享偌济，愿上帝你赐福早起阮所领受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